今次5月21號，星期三記谷草夜賽。今期繼續推介布文記馬俾大家參考下，加埋呢個練馬師記馬，睇下有冇機會直頭一竅返嚟。大家不妨睇睇我對靈籤記解讀，希望布文 OK 哥同呢練馬師星期三精精神神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靈籤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靈籤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場先。第三場，第4班165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靈籤，報紙對應第三場記靈籤係第33籤，曹操雖有心謀計。講起曹操，大家都不得不提孔明，當年借東風力抗曹操來犯，所以靈籤呢句，曹操即使有心謀詭計，亦都敵不過孔明的足智多謀。所以我先選布文告東尼呢隻4號東羅欣賞。所講記就係其一個典故，孔明借東風。其次配腳方面，我亦提及告仔亦有機會一竅返嚟。佢記另一隻馬11號加州活力。曹操當年群雄割據，針對不同州份記掠奪、分割、整合。我所講記正正係加州活力記州字，所以另一隻記心水就係忠義禮告東尼呢隻11號加州活力。最後記呢隻配腳，其實亦都係講緊當年孔明借東風，明顯地就要咗呢隻潘明輝、鄭俊偉呢隻6號風繼續吹。同大家總結一下今期記心水，先選布文告東尼呢隻4號東羅欣賞。配腳方面有6號風繼續吹，同埋11號加州活力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